釘釘新手只能設置管理組織角色。完成了組織的搭建，最後一步還要完善組織角色設置，這是使用釘釘管理團隊的關鍵。第一項，管理員設置。企業釘釘後台的管理員分為主管理員和子管理員兩種類型。默認組織創建人為主管理員，在後台帶有創建者標識，支持更換或轉讓，擁有管理後台的全部管理權限，且可以根據企業內實際需要，將其他成員設置為主管理員或子管理員，並維護管理組。組織創建者可以進入釘釘管理後台，點擊安全與權限管理，選擇主管理員，將帶有創建者標識的主管理員更換為他人，或添加更多主管理員。同樣，主管理員也可以點擊子管理員，添加子管理員，點擊編輯，可設置子管理員的管理範圍、配置權限等。第二項，負責人設置。負責人包括企業團隊總負責人和特定職能及部門的負責人，例如考勤負責人等，可以通過手機端進入通訊錄，在對應的團隊點擊管理，點擊負責人設置，可以設置或增加企業負責人，他將獲得全部功能管理權及主管理員權限。還可以設置或增加人事行政、財務職能，部門的負責人按實際需要為他們分配權限，進行職能與部門管理。第三項，主管設置。你可以進入釘釘管理後台，點擊通訊錄，點擊部門管理，點擊編輯，選中部門，點擊設置主管。除了以上組織角色，你還可以自定義角色組，如小組長、文化官、社團負責人等，滿足更加個性化的組織角色需要，並支持創建和解散對應的角色群，還支持設置角色的管理範圍，支持在審批流程中使用角色。祝賀你到這裡，你的組織可以在釘釘完美運行了。請和我們一起了解釘釘的更多能力吧。